本镜头来花莲，卫福部花莲的玉里病院传出有一个医生，那亲像是伫网络顶头买零件，伫宿舍内底家己改称倒称。警方8月29有去查，确实有查到一支称，而且还有改称的工具。即马花莲的检方表示，初步了解，这个医生无伫病院内底开称，若病院嘛讲，总共等判决出来，这个医生有妨剥夺公权，安尼就会甲伊解除职务。检察单位提出查令，入去病院员工宿舍，要求厝内人员配合电开肃静加查扣物证。花莲玉里病院传出一个姓邵的医师，伫网络买改造称的零件，伫宿舍改造称。警方8月29所在伊的办公室，外所在甲车查扣一支改造称钻空机切割器这改称工具。红城病院有清声，院方阁对地检员工下封口令。查扣一支这个疑似具杀伤力的枪支，那后续该枪支是否具有杀伤力，是否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这部分还在侦查，没有这个院内开枪，那我们也没有获得相关的佐证资料可以证明这部分。检方表示，称无确认是受杀伤力犯罪嫌疑是毋达到，羁押勘站要搁调查清楚，选取对查零件来源甲买称用途。警方将改造称送去刑事局鉴定，搁依照枪炮罪嫌将这医师上班。玉里病院是发声明表示，事发时阵配合检调人员查扣相关事证，院长召集相关主管紧急应变处理。按过目前议员或者医师跨境引起讨论。公务员有相关的这个公务员的惩戒和保障嘛？那所以我们就是在司法调查前还没有判决出来前，我们是仍然让他看诊。那他目前是对内看诊，并没有对外。院方表示，这案件依然在调查阶段，应该向无罪推论，疑似成为公务人员，违背通缉或者是羁押，刑事判决确定，伫监所执行才会停止。另外，疑似违规将违禁品载入宿舍，已经记过处分，目前在等司法判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